信仰。我们要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一个美好的日子，有美好的天气。我们一起聚集，是为了献上感恩，也领受从圣灵来智慧的言语，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强盛，更加的充满神的恩典跟祝福。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看的就很清楚，我们所要分享的是什么哈？恩典节期平安七月。那我们知道在几天前，台湾就进入到农历7月。看起来我们平常不大在注意农历了，顶多是春节，对不对？突然间哇，农历什么时候到大家算得很清楚哈。加上电视啦，很多的新闻媒体啦，一直推波助澜。那我们不注意也不行。但是基督徒，你说我生活在台湾这个社会，你不管它嘛，那是消极的，好像我们就独立一国，跟人家不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搅扰困扰，但也是一个最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借由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哈。那我们今天诗会带领我们读了8节到12节哈。那其实如果从第1节来复习，我们就知道说原来那个保罗为什么要这么说了哈。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读的保罗他在信仰的教导，为什么在加拉太书的第4章他会讲这段话？从头看就知道了。加拉太书第4章1到7节，他说。保罗说：“还有继承人，虽然是所有产业的主人，但在未成年时却跟奴隶没什么分别。”在古代保罗的时代就有继承人的这一种法定的这个就是权利了但是那个时候也跟差不多现在一样，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继承了长辈很多很多的财产。但是他还不到法定年龄，就必须被信托，或是被他的那个监护人管理这样子。所以常常很多新闻电影常常在讲说监护人就乱变造，变造到最后变成财产不是他的，变成我的。前不久不是发生很出名的5亿高中生的事件吗？那这个就是财产一让人家贪心那就一大堆问题，社会问题就出来了。那保罗其实用这个社会大家都认知的话题来讲很重要的属灵的传承他说还没信主就像这样子，就像幼年还没继承这个产业一样。第2节他说，在他年幼的时候，有人照顾他，替他管理业务，等候他父亲为他所定的日子来到比如说台湾可能要到18岁或者20岁法定年龄了，你才可以动用那些财产。好，他说同样在灵性尚未成熟的时候，我们也受宇宙间所为星宿之灵的支配。哇，这个继承拥有这个财产的实质的控制能力，保罗用这样的比喻把它转化到说，我们人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还未信主，被社会的这些奇奇怪怪的言论影响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还没有继承到那个属灵的产业，会被星宿之灵所支配。但是时机成熟，怎么样？上帝就差遣了自己的儿子，由女子所生，并且活在法律之下。还有，为要救赎在法律下的人，使我们获得上帝儿女的名分。从这个点，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你明明知道，但是你被星宿之灵控制，你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在暗，他在空中，你没有办法去掌握。关键在上帝差遣了他的独生子，然后在我们当中救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扭转的关键。换句话说，连保罗那个时代就已经知道说，有这样黑暗的灵在掌管，游行各地所以基督徒从保罗的教导说，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我的父亲。
好，这个传承就是关键中的关键。第一个，耶稣基督来了，他能够驱除这些邪灵的势力。第二个，上帝说，在耶稣的儿子的灵就是圣灵啊，那这个也可以见证说，圣灵、还有圣子、还有圣父，这是三位一体，在这边也见证了。因为耶稣的灵就是上帝的灵，就是圣灵，他进到我们当中。所以从这一段很浅白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有这样的恶者、空中的邪灵在掌管，或是在扰乱，或是要跟上帝来抢夺人的灵魂。但是因为有主耶稣来救赎，而且他的灵进入到我们这个肉体里面，我们迎接了他，我们就有确认我们是上帝儿女的名分。所以为什么要追求圣灵？我们为什么求圣灵同在？为什么求圣灵进入我的心？都从这段话里面非常的清楚的。所以他说，这样你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既然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就以你为继承人。那从这段话再接上，刚刚我们读的，那就更清楚了。我们再复习一下这段经文里面有3个重要的点。保罗对未信主前的信仰比喻说，第一个，我们信主前如同未成年的继承人，有那个名分，但是还没有拥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我们灵性尚未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受这些宇宙间星宿之灵的支配。我们不要说灵性尚未成熟，我们就平常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不是被他掌握住吗？你出生的时候，父母亲呢都要先看你说乳头是安怎背字命乳头什么阵都哇现代人很厉害，就要把它改乳头时呢，就拜托妇产科医生说什么时最好，你把我生下来那个到底是妇产科比那个星宿之灵还厉害，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在以前这个风俗比较多的时候，那个妇产科医生很头痛好啦，你说没有吗？保罗说有星宿之灵，那怎么办？你是要乖乖的听着他奴隶你呢，还是你要脱离他，由主耶稣基督的灵来掌管？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抉择。他说，我们还未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受宇宙星宿的不支配第三，他说，上帝差遣了爱子主耶稣来世界赐下救赎，使我们得上帝儿女的名分。关键点的转折点，不是这一些邪灵星宿之灵我们把它当成空气不理它，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来确认他的主权，然后我们要接受他，我们才有这样的儿女的名分。你那个奴隶或是未成年的部分就能够被消除了。最后一个，第4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事实，或是我们有这样的认知，但是圣灵不在你身上，就没有你没有得到真正的能力啊。所以上帝还差遣圣灵，就是主耶稣的灵进入我们的心，我们可以称呼他阿爸，我的父亲，让我们成为继承人。所以我们从这边就看见了为什么保罗会在第8节开始有一点在责备加拉太教会的人，因为他们有一点点受困扰。其实这个困扰我们不要说加拉太人太 low 了啦，其实我们都会。那我们怎么样从这段经文学习到这个最宝贵的神的应许？那这样我们就能够面对现在我们说铺天盖地整个台湾进入到这个7月，其实现在已经风气改变很多了，对不对？牧师在年轻的时代哇，一到中元节你可能要带呼吸器因为四则周遭一大堆烧金纸的你招不起啦。最近好像很多庙宇还在推广说现在那个污染太厉害了，不要再烧纸了啦所以现在有人烧支票，1张就够了不管如何，他们的态度，我们不是责备他们的态度，而是我们不要一直被这样的星宿之灵所控制。那所以
第8节开始就是保罗对信主之后的属灵教导，他在提醒加拉太人说：我们未认识上帝前被那不是真神的神明所奴役，现在信主的为什么还要做奴隶的？你不知道乖乖的被他奴役哦，乖乖的拜啊，乖乖的请好兄弟哦吃一顿啊，不要来搅扰我。这消极的避免，但是你得到平安吗？啊，如果拜不够了怎么办？哦，家里钱不多啊，拜太少，吃不饱，哇，那糟糕了，一大堆问题来了。因为在逻辑上你没办法去做这样的区分，说为什么这些孤魂野鬼7月才出来吃，平常吃什么？我们都没有去想这些事情。那当然，这个就是台湾的习俗，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担忧说，加太人还被什么灵界辖制啦，死守着某些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啊，这些在我们生活上我们太频繁了不用解释你都了解。好了姓名学啦、日月星数啦，还有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星座啦，其实就跟我们说的裸托西背里面，其实都同样的意思。再怎么花招都逃不过这个邪灵的控制灵界的控制。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它就会发展出不同的方式控制你。不同的神明的名称比如说在印度，他们就把牛当成圣牛牛肉不能吃那到台湾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台南地区就是这个温体牛肉汤，哇，太好吃了。那为什么在那边不能吃，这边能吃呢？还不是因为有这样的不同的习俗吗？掌握住了。好，那我们就不多说。台湾人基督徒有一个很重大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平安的月份节期、恩典节期传扬出去。从你的朋友、亲人开始，从你的同事开始，从你能够影响的地方开始。你不能跟他辩论，你就是要见证你怎么样在所谓的鬼月的时候，你活得很快乐、很平安，而且没代没志、没代志，平安没代志。那才是见证啊，用讲的没有用啊。好，那我们这个都了解，牧师只要带过来说，台湾社会受灵界控制的典型就是农历7月，鬼月因为是灵界总动员。最近呢一些生意人或是年轻人他就把它仿照西方的万圣节，有没有把它戏剧化，或是好玩化，不像以前这样阴森森的，就搞那些有的没的这样。但是其实目的还是灵界的控制。那不要以为说好玩变成有趣的，那就没事，因为你还是活在他的辖制之下。台湾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知道台湾的亡灵崇拜非常的兴盛，那当然民间信仰求平安、求保庇，跟台湾400年的苦难史都有关了这些历史大家我想都是耳熟能详。台湾因为早期是一个瘴疠之地，我们很多平地人的祖先是从中国那边过来的当时的交通不方便我们说过黑水沟，生命朝不保夕。有一句早前的一个俗语，他说10个人呢10去6死3留1回头。6死3留1回头，什么意思呢？就是10个人从大陆唐山过来，有6个大概生命不保，要么就海难，要么就上岸了可能遇到瘴疠之气啦，所谓的这些传染病啦就没办法活。你看多可怜啊！1半以上失去生命而且离乡背井，也没有亲人，所以这些人呢，同来的亲友如果有一点点能力帮他安葬，那就很好了
安葬，帮他安葬的已经袂歹啊，连墓碑都没有了，可能盖个石头，就好了。那台湾你看土石流一来，都全部消失掉了啊，所以台湾呢有一种特别的信仰叫有应公，有听过万善祠，这些都是因为要拜这些无主的孤魂呐。那我们不用讲太深，就知道说，原来这样的信仰是从这边来。当时也是一种善意的行为，因为台湾的民间习俗信仰是说，亲人长辈过世，由儿女要祭拜他，表示这个灵魂有人来照顾，那就没事。那其他无主的孤魂，主就是神主嘛，无主的孤魂，那就变成一些民间帮他来祭拜，来照顾他。好，这些故事就是我们看到所谓现在台湾亡灵崇拜的一个情况哈。那加上现在呢，虽然那种阴森的气氛比较少了，不过邪灵又用一种办法，传播媒体天天报什么新闻都报，特别记者都去采访。那再来在商业推销，我们看到一大堆生意人在做广告。那全联呢很厉害，他说我帮你包办整桌的，你钱一花我就帮你包整桌，你也不用去买什么东西，就帮你准备好了。加上政治人物就不得了了，哇，平常都没什么事，现在快要选举了，到处去拜庙，反正什么庙都一定把这个神明抓来说他是支持我的，哇！那当然，这个社会这种氛围永远没办法消失，因为人就是有那种孤单或是所谓的一个恐惧的需求嘛，他要求平安呐，不这样做不行啊。加上这些媒体的推波助澜，那就更不得了了。好，那我们看这些层出不穷的一个搅扰，我们从圣经里面就找到一个很清楚的答案。追根究底是什么呢？保罗说，我们是以天界的邪灵，在黑暗世代的执政者、掌权者和宇宙间邪恶的势力作战。我们这一点就看到原来万变不离其宗呐。在印度就有印度的邪灵的方法，让他们拜那些神明。在印尼在巴厘岛，在台湾在东南亚，那不得了，神明多到你算不出来。因为邪恶势力在掌管，所以人就被牵着走。原来的以弗所书6章12节这样说：因为我们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与天界的邪灵，就是在黑暗世代的执政者、掌权者和宇宙的恶势力作战。很清楚，就是这个。然后他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习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就变造不同的掌握。那台湾当然就是所谓的鬼月、七月嘛，台湾的很多的民间的信仰，有人的信，有那个什么名人，就是以前的那个英雄人物的敬拜，有自然的敬拜，有什么大树的敬拜，有什么石头的敬拜，连动物连狗都拜那孙悟空这个根本历史上不是没有的人物也一样拜，为什么呢？是邪灵用这种深入人心的故事在控制着我们。那这一段话给我们讲一个标准答案在这里啦。所以基督徒呢，我们要怎么样用信仰的态度？我们不是去否认它，而是看见我们百姓的需要。那基督要先建立自己的信仰啊。刚刚保罗不是说了吗？耶稣基督已经为了我们来掌权啦，来用宝血除去了这一个掌权者邪灵的势力了吗？要是圣灵给我们，让我们坚定我们自己的信仰了啦。那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把这个信仰活出来，把这个神的祝福放在你的身上。要不然你讲说我否认不理他，根本就没有产生影响力嘛。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态度，第一个，坚信倚靠掌权者的主基督。哥罗西书2章15节，
他告诉我们说，在十字架上，基督亲自解除了灵界执政者和掌权者的权势，而且说把他们当作凯旋行列中的俘虏，公开示众。意思是在主耶稣十字架的大能下，宝血的大能之下，这一些邪灵势力看起来很猖狂，但是都无法超越，无法脱离主耶稣基督。所以，当基督徒掌握到这样的属灵的权柄，不是你到底有多能力三头六臂，而是因为主耶稣的能力、圣灵的力量跟你同在了。再来第二个，我们不只是坚信自己得平安、得释放，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要靠着祷告，邀请圣灵同住，宣告赢得属灵征战的见证。所以，我们也说，为什么我们在上个礼拜大家在分享我们教会被神恩典的带领，我们经过建堂的神迹，我们经过教会整个教会架构的转型，都有神特别的恩典。不是我们这边的人有多厉害啦，我们人比别人厉害，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在我们在转型的过程，在建堂的过程，我们谦卑的祷告，是圣灵同意的，圣灵愿意帮助我们改变，所以将神迹赐给我们，将改变的人赐给我们，感谢主。第三个就是我们一起努力传播恩典节期平安七月的福音。你要见证它，才能够改变别人。所以，邀同胞乡亲走出黑暗入光明，这个才是最关键而且最彻底的。感谢主，我们昨天大家很热闹来参与我们的瑞平牧师还有丁翠师母的婚礼哈，好高兴，而且很热闹出席的人数比我们做礼拜那个联合礼拜更多，真的大家过一个非常棒的欢乐的婚礼哈。我们当然昨天还大家庆祝瑞平牧师的生日，对不对？但是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是在农历7月结婚的，对不对？我们年轻人大概也不会在意啦，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农历7月什么诸事不宜喜事都不能做连搬家也不能做啦，连买车也不能做。但是我跟谢牧师我们在20年前买一辆车在7月买的，哇，便宜10万块。好了，我是觉得说，我们瑞平牧师跟丁翠师母他们在昨天结婚，当然是主要考量是生日嘛，又是礼拜6，但是这个是很好的见证，因为这一生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就是7月嘛，所以常常会用这个理由来做见证，哇，这个很棒。我记得我在高雄牧会的时候，有一位牧师是我的前辈，就是他退休，我去接他的棒，姓戴牧师，他现在已经90多岁了，他就常常在他结婚纪念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农历7月到了，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哇，每一年到了就是做一次见证，哇，他们这种无形的影响就很大。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师母还在，现在已经过世了他还讲说当时呢，这位老戴牧师年轻的时候，这个已经当传道了，在破住嘉义的破住被调去当兵了所以赶快完成婚礼，因为让师母能够住进那个这个牧师馆对不对？没想到那个时候7月像最近一样，哇，刮台风下大雨那时候也没有轿车啦，也没有轿子啦，坐牛车出嫁听说全部是泥浆走过去整个新娘都泡在泥巴里面，但是印象深刻，加上是7月这个故事就随着他们每一年就这样子做见证。那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做见证，那很重点有2个小例子做结束在苗栗昨天呢有一个平安祈福音乐会，那苗栗众教会在8月19号的礼拜6晚上
在苗栗县政府广场举办平安7月的祈福音乐会，就是要用这种方式让所有的苗栗群众说，哎，你们在拜拜啦，或是你们在什么普渡啦、求平安啦，我们基督徒敬拜主，求神掌管照顾，我们也真的很平安呢。就用这个方式来传福音，而且邀请一位刚退休的长老教会台中忠孝路教会的王武忠牧师来担任布道讲员。这是王武忠牧师寄给我们的一个平安音乐会的一个海报哈。另外还有一个新闻，前几天看到的，新竹湖口有一个工业区叫做汉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为老板是基督徒，而且他很坚定，就是连续16年在鬼门开前用平安礼拜取代中元拜拜。哇，那些因为他的员工不可能都是基督徒啊，但是老板跟他们说，你来一起敬拜神，求神保护，比你拜什么好兄弟更加好。哇，大家感觉到真的有平安呢而且还请牧师去布道所以他们的原则就是说，他觉得跟鬼没有什么好相处的，就是学耶稣一样，跟鬼互动就一阵就斥责他离开，你不要用什么办法给他讨好啦，拜什么好东西给他，他就不理你，不会来打扰你，不是，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离开。感谢主，我们可以说用这样的见证，希望你在生活上借由你的一个信心跟喜乐平安传福音给人。可是个别的或是亲友之间，不是去否定他去排斥他，而是说你看白白的求平安，我们信耶稣的真的太喜乐了，没有什么样可以搅扰我们，不是你厉害，是因为有耶稣保护。那这个我们是7月份做见证最美好的。最后牧师要邀请各位用一段破除灵界搅扰跟伤害的祈祷文来做我们的祷告。那这一段话，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拿着来跟你的朋友说，你觉得有心里不平安吗？来，我这个祷告文给你，你自己念。好，邀请大家一起来念这个绿色的开始预备来。万主之子，万神之神，救主耶稣，我现在诚心要向你祈祷，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过，担当罪所带给我的咒诅和报应。我要信靠你，求你用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清我一切的罪孽，救我脱离凶神恶煞的捆绑和伤害，赐给我自由和平安。求你进入我的心灵里面，驱走一切的惊吓，使我心灵平安自在，保护我，使我安然好睡。我一生愿意信靠你，求你引导我，赐给我能力，可以胜过偶像、灵界搅扰、禁忌与冲煞的威力，享受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与喜乐。求你悦纳我诚心的祈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要邀请我们的慈宝老师，他是我们的代祷团队的团长，还要亲自现身说法，把我们代祷团队所经历神的恩典，用见证来分享给大家。我们拍手欢迎他。